五大引發鼻敏感原兇揭秘。香港有超過20%的人口受鼻敏感困擾，而誘發鼻敏感的原因眾多。根據衛生署資料，鼻敏感大致可分為以下五大因素：一、環境因素，天氣驟變、環境過於乾燥或潮濕，以及空氣污濁，都容易誘發或加劇鼻敏感症狀。二、致敏源，霉菌、花粉、灰塵、寵物毛髮及皮屑等，均會刺激鼻黏膜產生過敏反應。三、化學物品，香煙、化妝品、油漆及殺蟲劑等化學物質，會直接刺激鼻黏膜，引起不適。四、刺激性食物，部分食物如海產、含酒精飲品以及辛辣食品、辣椒、胡椒、咖喱等，會令鼻黏膜血管擴張，加劇鼻塞問題。五、個人狀態欠佳，精神壓力過大、情緒緊張或過度疲倦，亦可能令鼻敏感症狀惡化。要舒緩鼻敏感，除了從生活習慣入手，還需要加強鼻黏膜的保護。TriPro 如何幫助你？一、物理防禦，即時見效。TriPro 能維持鼻黏膜健康的弱酸性環境，水凝膠成分會在鼻腔內形成一層保護膜，猶如戴上隱形口罩，從源頭物理阻隔致敏原入侵。二、強化免疫，修復鼻黏膜。TriPro 的專利配方有助提升鼻黏膜內皮細胞的抗氧化能力，促進受損的鼻腔環境修復，讓鼻子逐漸適應外界刺激，不再輕易鬧脾氣。三、抑制病毒黏附，降低併發感染風險。TriPro 能夠干擾病毒的刺突蛋白結構，顯著降低病毒與鼻腔細胞的結合率，超過99.9%，在過敏季節為你增添一層抗病毒保護。TriPro 安膚鼻噴劑，三重防護，讓每一次呼吸都更加安心。